看行政院核定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新竹大车站，这经费是为本地65亿增加到104亿，引起外界关心。在新竹市政府即阵嘛办公听会，希望会当甲大家意见拢加入来，真侪刷落来推动的方向参考。由前新竹市长林志坚所推动的新竹大车站计划，原本摕到中央核定。 不过，高雄安敢会继续延续落去？大家拢真关心。新竹的铁路，大家如果有去看的话，它旁边那个两边房子都贴很近。那如果你今天要地下化的话，你一定要不管你不做临时轨，或是原地，或者是你要整个东移或西移，你就是两边全部拆一排房子，不要再把前面的推掉。好不容易有一笔钱下来，做得好做不好，让他做看看。新竹火车站这个国家古迹啊。 应该当这个主体，确保它的文字的那个能量，而且要恢复旧貌。其实我们现在刚刚看，基本上不是日本时代的设计。新竹大车站计划经费也对原本的65亿增加到104亿，按比例中央补助75亿，新竹市府爱家己传29亿。市府表示，虽然讲已经争取到中央预算，不过地方上有未少无同的声音。 嘛要考虑到税后的维护成本，说落来会收集大家的意见，搁再参中央讨论。那到底这个计划大家支不支持？还要花很多钱啊！到底这样对我们新竹市的发展好不好？其实市长到现在也没有定见说要推不推，这事情其实还没有答案。我们也希望各界给我们多一点的声音。 有130年历史的新竹火车站，未来要安怎达到高质保存以及都市发展双赢的局面？对新竹市长高虹安来讲，也是一项考验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